元孙曰：王尊趋计，王阳回车，欲令忠孝并弘，臣子两节。太史初，淮北县末，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，怀慎因此入北。至桑干，协力时以卒，怀慎绝而后苏。宰丧还青州，徒显冰雪，土气寒酷，而手足不伤，时人以为孝感。丧毕，以弟在南，见元初又逃归，而弟亦已亡。怀慎孤贫独立，宗党哀之，日敛给其生米，永民中卒。公孙僧远，会稽善人也。至父丧至孝，弑母及伯父甚谨。年古积贵，僧远审参检时以公母及伯。帝亡，无以葬，身犯贴。与邻里，公敛送之废。公复土，手冢松波。兄姐未婚嫁，乃自卖为之成礼。名文郡县。太祖即位，遣兼散骑常侍于颜等12。PG 583。不使行天下，建元3年，表列僧远等23人，诏并表门闾，捐租税。吴兴之，晋陵历城人也。宋元嘉末，帝位之为武进县数。隋王旦起义，太初遣军主华清讨之，吏民皆散，谓之独留，见之将死。兴之亦亲启代帝命，辞泪哀切，兄弟皆建元。建元3年，有诏捐表。永明初，广陵民张启之2媳犯罪真死，太守刘圈表以闻。韩系伯，襄阳人也。弑父母谨孝。襄阳土俗，邻居种桑树。于界上为治，系伯以桑之因防他的，迁界上开数尺，邻畔随父。亲之，系伯折根改种。久之，邻人惭愧，还所亲的，公往谢之。建元3年，捐租税，表门闾，以寿终。孙旦，太原人也。居长沙，是母孝。母疾，不眠食，以差为其。母哀之，后有疾，不使之也。豫章王领襄州，辟票其行。参军。建元3年，捐租税，表门闾，卒于家。华宝，晋陵无锡人也。富豪，义熙末戍长安，宝年8岁。临别，谓宝曰：须我孩，当为汝上头。长安县鲁豪末。宝年至70，不婚官，或问之者，则豪痛弥日，不忍答也。同郡薛天生，母遭奸菜食，天生亦菜食，母未免丧而死。天生终身不食鱼肉，与弟有恩义。又同郡刘怀应与弟怀泽，年10岁，遭父丧，不依续伯，不食言采。建元3年，并表门闾。韩灵敏，会稽善人也。早姑与兄灵真并有孝信。寻母有亡，家贫无以迎兄，兄弟共种瓜半亩，朝采瓜子，木以复生。以此岁办葬事。灵真亡，无子，妻卓氏守节不嫁，虑家人夺其。至，未尝告归，灵敏视之如母。晋陵吴康之妻赵氏，父亡弟幼，直岁饥，母老病笃，赵义。乡里自卖，言辞哀切，乡里怜之，人人分生米相救，遂得免。PG 584。
及驾康之，少时夫亡，家欲更嫁，是死不耳。一心讲卷之妻黄氏，夫亡不重嫁，逼之，欲赴水自杀，乃止。建元3年，赵捐租妇，表门闾。永明元年，会稽永兴无义之母丁氏，少丧夫，幸仁爱。遭年荒，分衣食以礼中饥饿者，邻里求戒，未尝为。同理陈穰。父母死，孤单无亲戚，丁氏收养之，及长为迎婚娶。又同理。王李妻徐氏，荒年客死山阴，丁为买官器，自往敛葬。元徽末，大雪，商旅断行，村里比屋饥饿，丁自出盐米，忌口分付。同李左乔家漏四丧，无以葬，丁为半种果。有3条不登者，代为书送。丁长子父王氏守寡直至不在教。周郡上言，诏表门闾，捐租税。又广陵徐陵里妻遭火救儿，与儿俱焚死。太守刘圈以闻。又会稽人陈氏，有3女5男。祖父母年8、90，老耄无所知，父笃龙病，母不安其事。直岁饥，3女相虑于西湖采菱。团更日致仕货卖，未尝亏待。乡里称为一门，多欲娶为妇。长女自伤穷独，事不肯行。祖父母寻乡祭卒，3女自营并葬。为安舍目册。又永兴盖中里王氏女，年5岁，得毒病，2目皆盲。姓智。孝，年20，父母死，临师一教，眼皆血出，小妹儿视其血。左目即开，时人称为孝感。县令何谭秀不以闻。又诸暨东屋里涂氏女，父失明，母故疾，亲戚相弃，乡里不容。女遗父母远筑罗，昼巧采，夜纺机，以供养。父母惧卒，亲迎并葬，覆土成坟。忽闻空中有声云：汝至性可崇。山神欲相驱使，汝可为人治病，必得大富。女谓是妖媚，服敢从，遂得病。积时，邻舍人有中西欲毒者，女士治之，自绝。病变差，遂以巫道为人治疾，无不悦。家产日益，乡里多欲取之，已无兄弟，是守坟墓不肯嫁，为山贼劫杀。县令于陵之居。PG 585。延郡太守王进则不以闻。建武3年，吴兴成公祭妻姚氏生2男，而公祭及兄公怨。甘伯并卒，各有一子兴之、天宝、姚养育之，卖田宅为娶妇。自与2男祭止邻家。明帝诏为其2子婚，表门闾，复姚邑。吴郡犯法寻妻主事，亦勤苦直父业。宋生明中，孙谭冠谋反王命，主谓其子僧简曰：孙越州仙姑之解子，与汝父亲则从母兄弟，交则亦重古人。逃窜脱不免，汝宜收之。谭冠寻伏法，主事令僧简往敛葬。年70余，永明中卒。僧简在兜，闻病迟归，未至而主已卒，将病，举尸不起，寻而僧简至焉。封延伯，字仲敛，渤海人也。有学行，
不与世人交，是寡。扫慎谨。周辟主簿，举秀才，不就。后乃谥。元崇祖为豫州。启太祖用为长史，代梁郡太守。以及自免，侨居东海，遂不治。京师。三世同才，为北周所宗父。豫章王辟中兵，不就，卒。建元3年，大使巡行天下，一心陈玄子4世170口同居。武陵郡少荣兴，文献书8世同居。东海徐生之，武陵范安。祖李胜伯，范道跟5世同居。零谭洪宝，衡阳何弘，华阳。杨黑头书从4世同居，并共衣食。赵表门闾，捐租税。右庶郡。王续祖，华阳好道服并累世同窜。建武3年，明帝诏表门闾，捐调役。吴达之，一心人也。扫王吴以葬，自卖为食夫客以迎种果。从祖弟晋伯夫妻荒年被掠卖江北，达之有田10亩，或以赎之。与之同财共宅。郡命为主簿，故以让兄。又让事业旧田与族地。地亦不收，田遂闲废。建元3年，诏表门闾。河南新浦民侨居会稽，自少与兄同处一帐，兄亡，以帐失。邻作下月多闻，浦民不以漏请见色。兄将葬，邻人加其义。附著甚多，浦民出售，后皆反之。赠者甚怪，浦民曰：本矣。兄目不周，故不逆来意。今何忍亡者于物以为家财？后遭母。PG 586。丧，己至毁灭。扬州刺史豫章王辟为一曹从事。年50卒。又有何伯虞，弟幼虞，俱力节操。养孤兄子，即常为婚。推家业尽与之。安平枯槁，诲人不倦，乡里忽为人师。郡守下。车，莫不修业。永明11年，伯虞卒。又于少好佛法，简落长。斋，持行精苦。梁初卒。兄弟年并80余。王文书，吴兴故章人也。父梅鲁，文书司木器械，书石山。故30余年。太守谢变版为公曹，不就。永明11年，太守孔秀之表曰：文书性挺无常，心服3教。以父梅勋庭，报终身。之痛，专习横居，贤往疾之序。服密宁稿以今年，尔书以4。命昏翳灭于天晴，官序空于速报。倘降真义之恩，榜其履礼。御陵赵榜门，改所居为孝行礼。朱谦之，字处光，吴郡钱塘人也。父昭之，以学解称于乡。李谦之年数岁，所生母亡，昭之假葬田侧，为族人朱右方僚。或所焚。同产解密与之，谦之虽小，便哀戚如持丧。年长不婚。娶。永明中，首任杀右方，意欲自系。县令申林序表上，别驾孔。至归，监记事刘京，司徒左西院张荣坚与刺史豫章王曰：礼。开报仇之典，以申孝义之情，法断相杀之条，
以表权实之志。迁之徽任仇冤，既深思礼，系颈就死，又明公法。今人杀之，则臣当是罪人，幼而活之，即为圣朝孝子。杀一罪人，未足弘。现活一孝子，使广丰德。张旭、陆沉是其相救，应俱来由。荣等与迁之并不相识，区区短见，深有恨然。豫章王言之事，祖时吴郡太守王慈、太常张旭、尚书陆沉并表论其事，是祖加其意，虑相复报，乃遣迁之随曹虎西行。将发，又方子运于今阳门四杀迁之，迁之之兄选之又刺杀运，有司以闻。世祖曰：此皆是异事，不可问。悉赦之。吴兴审疮闻而叹曰：弟 PG 587。死于孝，兄殉于义。孝有之节，粹此一门。选之自处陵，有至节者，便相论。幼时故欢见而异之，以女妻焉。官至江夏王参军。萧瑞明，南兰陵人，领军将军陈从祖兄弟也。父孝孙，左军。瑞明出仕员外殿中将军，少有志信，奉亲警督。母病攻倒，系不假寐，即亡，不甚哀而卒。永明5年，世祖诏曰：龙乡将军、安西中兵参军、松滋令萧瑞明，爱敬纯身，色养敬礼。丧过乎哀，遂至毁灭。虽未达圣教，而遗志可悯。宜家荣命，以经善人，可赠中书郎。乐仪，字文德，南阳聂阳人，世居南郡，少而言行和谨，是为京府参军。父在颍州病亡，宜乎思父涕泣，因请假还中。陆果的父兄问，宜便图显好跳，出陶家后主，遇商人赴宰西上。水将不入口数日，常欲病，与母隔壁，忍痛不言，孽被治遂。恐母之哀疾也。襄州刺史王森前引为主簿，以同僚非人，弃官去。吏部郎与稿之常往后，疑为射时，哭于蔡租而已。稿之曰：我不能识此。母闻之，自出常善于根数种。稿之曰：卿过。于毛继伟，我非郭林宗。是至颍州治中，卒。帝欲义孝，复灵王，执其手以托颍州行事王患，欲悲感闷，厥吐血数身，遂发病。官至骠骑录事。隆昌末，欲为丹阳尹。徐孝嗣曰：外传急急，似有一州之事，君蒙武帝叔长之恩，何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孝主公，至今迟冷。孝嗣心甚纳之，见武中为勇士令，名怀其德。卒官。有一老妪行丹。胡宿夜将议事，闻欲死，弃丹好弃。雁门解仲公，亦侨居南郡。家行敦睦，的欠豪财力，者与兄弟平分。母病经时不差，入山采药，欲一老妇与之曰：的丁公藤，并立月。此藤竟在前山际高树垂下便是也。忽然不见，
仲公如其言得知，治病，母疾差。至今江陵人有识此藤者。江密，字世卿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父亮之，员外郎。密少平。PG 588。昼日着谢，夜读书，随月光卧卷生屋。性行仁义，衣弊，恐失。饥死，乃复取至衣中。数日间，终身无复失。母亡后，以身阙。供养，欲归不忍食。食菜不食心，以其有生意也。历仕南中郎。行参军，所给目力去役，得时病，莫有舍之者，立服杖头密。密亲自引叙，历死，密为买官。吾同意，兄弟共于埋之。领国。子助教。乘牵车至染屋头，见老翁不行，下车载之，公自步去。世祖以为南康王子林氏独。建武中，明帝害诸王后，密忧念子。林亦至公道人问其祸福。至公复相卢辉视之曰：都尽无所余。及子林被害，密往哭之，泪尽，祭之以谢。亲事病葬，乃去。时广汉王氏独言还之，亦哭亡尽哀。密寻卒。密族人兖州。至中密，黄门郎御子也。与密同名。是谓密为孝将密，以别之。杜期，字孟山，吴郡钱塘人，真是金产子也。同郡张荣宇。金产相友，每相造言论，期常在侧。荣指期曰：袭陈太丘之。赵元方，方之为烈。以今方古，古人何贵？期出京师，从儒。是刘烨受学。善清言，能弹琴饮酒，名如贵游多近待之。中书。郎周瑜与金产书曰：贤子学业清标，后来之秀，皆爱之怀，岂之云矣。所谓人之应验，若己有之也。刺史豫章王闻其名，辟议曹从事，人转西曹左。晋灵王子梁树治礼阶。国子祭九合。应治礼，又重妻，以为学士，长昏官仪。以父老归养，宜勤拢。母妻肥白长壮，及经产疾，旬日间便皮骨自之。经产亡，水将步入口7日，晨夕不罢哭，不食盐菜。每营买祭奠，身自看。是好气不自持。朔望节岁，绝而复续，吐血数身。时何应？谢哭并引东山，遗书敦辟，借以毁灭。至祥诞，目梦见其父，痛哭而绝。初，应兄典见妻叹曰：卿风韵如此，虽获佳遇，不永年矣。卒时年36。当世贤皆习焉。建武2年，单县有小儿，年8岁，与母俱得赤斑病，母死。PG 589。家人以小儿尤恶，不令其知。小儿疑之，问云：母常数问我。病，昨来觉声雷，今不复闻，何谓也？因自头下床，匍匐至。母失策，顿厥而死。乡邻告知县令宗善财，求表庐，事竟不行。陆将，字卫青，吴郡人也。父贤，字侠业，
有封盖，与人交，不苟合。少为同郡张旭所知，是至扬州别驾。明帝崩，咸为所亲曰：公车宴驾，百司将听于种载。主王的仲裁弱，必不能正，难将至矣。乃感心急，不复豫州事。赐使使安王尧。光反，事败，咸以刚左被诏至度老宅，上书令徐孝嗣起咸不遇，密谋，未及报，徐氏表令杀之。将士随咸，报咸景起待死，遂并剑杀。使臣曰：交锋一起，人伦毁薄，亦引之教徒闻，归张之仆。罕久，若令事常疑中，倘非行举，将贵心酸，容谦本质。而今闾辩礼，复助礼之物，问系存劳，不过鳏寡其经，力田等劝。其余辅讲明教，未多也。赞曰：校尉行首，一时殷心。白华秉节，含慕其心。